有仔趁亂生呢一句説話喺香港同埋環社會咧一啲都唔陌生。咁今日就嚟講下呢一個 topic，同埋喺段片嘅最尾咧，我會有幾本書介紹翻俾大家做參考。生兒育女唔應該係人生 checklist 嘅其中一步，帶一個新嘅生命嚟到世界上，栽培佢成為一個 emotionally healthy 嘅人，靠嘅唔係年紀，唔係外在嘅經濟條件，而係我哋嘅 emotional maturity，去為小朋友提供一個安全感或者情感上嘅連結。唔單止係供書教學餵飽飯俾佢食，而係透過我哋嘅 parenting 點樣去令呢個小朋友知道我係安全嘅，我係被愛嘅，而我嘅情緒亦都係會被理解。即使個父母覺得自己有幾咁愛個小朋友，佢哋都係會感覺到受傷。唔係因為家長唔努力，而係冇人教過我哋要點樣去療愈自己，先至唔將我哋嘅創傷帶俾下一代。喺順應社會或者身邊人嘅壓力之前，可以好好地問自己，究竟係咪真係準備好去做一個父母？我有冇呢個力量同埋能耐去幫助一個幼小嘅生命去好好地健康成長，而唔係喺養育佢嘅過程之中不停重複自己 unhealthy 嘅 patterns。而當周遭嘅人不停去敦促快啲生仔啦 ，instead of 去嘗試準備你提供一個安全嘅環境俾小朋友去成長，個後果就係我哋會有 generations and generations of very unhappy individuals， 情感上好唔成熟嘅人，又或者中間佢哋會經歷好多唔同嘅 anxiety 啊、depression 啊，或者係一啲複雜嘅創傷。有幾本書我好誠意咁樣推薦俾大家。Hold on to your children 係我偶像加拿大精神科醫生 Gabor Mate、發展心理學家 Gordon Neufeld 一齊去寫現代社會點樣令小朋友情感上遠離父母，而作為父母又點樣可以用 connection 去取代對小朋友嘅操縱。啱家長去睇呢，就係由美國兒童心理學家同埋 neuroscience 嘅權威 Daniel Siegel 去寫嘅呢本 No Drama Discipline， 好深入淺出咁樣用咗一啲 neuroscience 嘅理論，指引成人點樣去正面咁樣教導小朋友，嘗試用理解取代懲罰，令到 discipline 咧可以成為一種陪伴小孩子成長嘅機會。喺小朋友成長發展嘅過程之中，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依附。英國嘅依附理論權威 John Bowlby 寫嘅三部曲其中第一部 Attachment academic 少少，佢就講述 attachment theory 入邊嘅核心理論同埋 concept。我哋早期嘅關係，譬如係同父母或者其他成人嘅 caregivers， 點樣影響我哋一生人對於安全同埋愛嘅理解。Childhood in Society 就係德裔美籍嘅發展心理學家 Erik Erikson 寫，咁佢就由呢個 child development 嘅角度去出發，解釋我哋孩童發展每一個階段遇到嘅挑戰點樣影響我哋以後人生對於身份嘅認同、自主同埋對人與人之間對自己嘅信任。我覺得真正可以擔當到父母呢個角色嘅人咧，從來都唔係完美嘅人，而係願意去了解同埋面對自己過去傷口嘅人，願意去學習，願意去為下一代改變自己。因為小朋友最需要嘅唔係無限嘅犧牲，唔係你為佢提供咗幾多物質上嘅條件，佢哋最需要嘅愛其實係一個情緒穩定嘅大人，一個為自己內在同埋為小朋友外在都可以提供到安全感嘅避風港。所以咧，唔好再催我同德國搶生仔，當我哋兩個各自都覺得 ready 嘅時候咧，呢個 decision 我哋自己會去 take。多謝你哋收睇。